再来看立法院的司法委员会今仔审查各党团的国会改革相关的法案。民进党团是建议讲加开公听会，总调外界面表示讲这个版本争吵是真多，所以要好好讨论。也毋过国民党认为增加公听会是想要拖线尔。总调部分其实呛讲，执政党就算要反抗，最后嘛是要面对人民。民众党团的总调黄国昌是批评讲，民进党过去就有相关的提案，说唔敢来面对家己过去的主张。国会改革，拿着白党提出法案，立法院司委会侧意排审拿白党团提案。不过调也伫听书发言，攻防都超过半点钟。民进党团总调集人郭建明佫讲，拿白人会通过草案的版本，一定会声称实现。这地方审议法案一定要把所有法案都对出来，这个不急的。那礼拜三开完公听会，你只要真的要的话，就要进行大议讨论而已，不要进行逐条，这样可能大家比较好解决。柯总召在这个会期的遭遇症这个不断的焦虑，我们可以谅解，可以体会。不管执政党如何的顽抗，终究要面对人民。拿到交战，原因是因为民进党认为这礼拜三公听会无甲民进党团的版本摆入去讨论，嘛认为讲应该爱搁加开公听会。国会改革的法案绝对是20-30案以上，那他需要的公听会讨论的这个量能充分的时间，绝对更为必要。民进党2012年就有版本就有草案了，想说这个还要再加开公听会，忽然感觉就是在拖延这个法案的进行了。调委吴宗宪补充解说讲，民进党版本顶礼拜5才提出，才会袂赴入去公听会。民众党嘛批评民进党过去其实都捌讲过建立国会听证调查的制度。现在的重点不是有没有开公听会，现在的重点是民进党自己过去的主张，今天敢不敢面对的问题。吴宗宪排定拜三公听会，无要加开场次。不过后礼拜调委轮到民进党张嘉宾，敢会增加场次，调也罢免会继续攻防。记者综合报道。